成日炒幣，但係覺得交易費貴。Bitget 有透明嘅費率表，你只要交易量高啲，同埋升級到高級費用等級，即刻享有低至零費率。未有 Bitget 賬戶？註冊時記得填我介紹碼，即送你高達5折手續費優惠。呢個優惠係新手必賺啊！你只需要輸入，費就即時減。另外，如果你有 Bitget 費率券，只要喺結算嗰時揀返用費率券，Maker 費仲可以再減。換句話說，你交易越多，等級越高，再配合優惠券，基本上低到無 feel。快啲落返 Bitget App， 實時查自己而家係咩等級，睇下啲可用費率券，有咩方法可以慳返多啲 fee。用得好，分分鐘零成本出單都得。交易前記得睇清楚 fee level 同埋有冇 coupon 可以用，平啲 fee 即係賺多啲。想輕鬆換 coin 慳手續費就即刻用 Bitget 啦。